为着因应风台，台东县府临时宣布今仔下晡停班停课，这是引起民众不满，讲安尼愈造成人的困扰。台东县长廖庆林强调，停班停课拢要看科学数据，嘛要以安全为优先来决定。另外，因为这礼拜六开始就是双十节连假，有真侪民众惊受到风台影响，即马拢开始咧取消饭店和行程。台东市海滨公园烟花影是一直拍起来，海边的风影搁一界增强。因为离岛甲人数已经进入小犬风台暴风圈，明显会当感受到风雨已经来啊。因为这边是间歇性的阵风，那雨也是一样。早起台东县长伫台东县灾害应变中心，甲16个乡镇市长实行会议，提醒为下晡开始到明仔载日是风雨上介大的时阵，要求各乡镇市爱加强防灾。县府嘛宣布为下晡开始停班停课，不过引起部分民众的怨讲，这个标准无明确。县府强调讲是以科学数据、甲法规的标准，以安全为优先的考虑。因为真的下雨，然后又塞车，就很麻烦。如果他今天放一整天，又没下雨，还是被骂。其实并未达放假的标准，但是风雨的路线很有可能会在今天傍晚登陆从台东这边登陆，所以我们昨天晚上的决定是希望下午能够让民众有预备的时间。下午这个什么时候放假，其实也要看各机关单位的弹性的时间，我们给予这样这个弹性的空间。小犬风台来啊，所来都是双十连假，已经有游客取消行程。目前影响也无大，不过要是爱看风台停留了后对交通的影响。这次我们7号到10号的国庆连续假期，目前对这个住房率影响不大，目前只有零星的退房。风台我近台东，县府这个月开始，部分要展示的户外装置艺术，早起已经拆掉。为下晡开始，台东就要进入暴风圈的范围。县府嘛呼吁沿海地区的民众，都要赶紧加强防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